今日行程全長約 4.9 公里，最高點約189公尺，長山標高165公尺，由北潭涌家樂徑起步，經第一轉折點到第二轉折點，長山標高點，終點斬竹灣。出發時間下午1點40分。出發前睇多眼 3D 地圖先。由北潭涌家樂徑起步，經第一轉折點到第二轉折點，最高點約189公尺。全程基本冇乜打卡位，要過咗長山先有風景。長山標高165公尺，終點斬竹灣。第一個轉折點靠左，烤場喺呢度啊！到達第一轉折點，沿斬竹灣方向行。到第二轉折點，沿斬竹灣方向行。呢段好似都幾斜喎。開始落山咯。哇，好犀利呢度落山！長山標高點，
臨尾呢段樓梯極陡峭。完成時間下午4點半。完成啦。小心，山路出口就在大網仔公路旁，而且冇行人過路處。拜拜。